係啊係啊，各位聽眾，嗰個在歡迎人，到底你收聽邊個嘅嚟接吧？即係禮拜我真歡喜，嗰度就講到啲網頂見面。人介紹人嘅特別嘅先，特別人先介紹你 Google Meet 人先，咱這個禮拜先介紹到啲 Clubhouse 嘅朋友先 ，Clubhouse 嘅朋友有半劍啲歡迎 ，Hello，佢有南西歡迎 ，Hello，佢阿蕉歡迎，佢冇聲嘅話，特別開麥特別冇聲，誒都冇聲嚇，伊麥要開就特別冇聲喎。哦，就是這樣。個有小寶歡迎。我差唔多係困了。哦，你冇看到物件啊，大媽？吹。你頭啱冇物件，角嘅呢？把那位安轉的我。然後個有裝個啊？哦，吉利歡迎吉利。Hello，แล้วก็รังวิวิวาวา歡迎 Hello，歡迎，แล้วก็大家呢這啲人咯，歡迎大家來收聽。個有人介紹 Google Meet 入邊夾 Google Meet House。Google Meet House 嘅人是應該點？把刀放講係咪啊？攞自己啊，嚟啊！你咪 mute 掉啊 ！Hello，大家好，一杯就嚟。我啲聽特別我行來行去。OK。แล้ว你就是到底你 iPad 位嗬？對，我 iPad。because 我看你有迄個叫咩 main stage，唔是 main stage，迄個 spotlight，唔係叫咩？你走去。我知啦，一對路嘅啦，咁多對路，你行到路一對。你叫咩啊？Center stage，yes。Center stage。誒，然後應該當你愛迄個 Vision Pro。啊，要安尼貴啊，唔俾啦。特別係講買講貴錢啦，你有 something 你會用嘅物件。本次買，因為你知係咪全部我聽安尼款嘅物件是我捌去到個我係朋友嘅 VR 了，我冇5分鐘了，我被 out 了，誒，就是講咯，你顯特別就是有人講冇嘅喎 ，maybe 你 try Apple 有可能袂我同你講，有隻字啦冇冇。開個安尼借鐳了袂用啊。冇你去店去 travel 啊不，你去店去 try。你話照咯，照到你白興啦。照到你白興阿照呢？但話咪成日看照到你白興啫。我就係佢俾會使度佢照嘅興。就你會使去店去 try 嘅當然。有3千幾啊！我特別真貴咯是。我未上本，然後我特別上我是要用你做係咪？我都冇出到 game 咩？冇，就是我咪是想，但所以好你看嚇，依個 game presentation game 就少呢，係對。一做一卡就是冇上嘅物件，你把只 analog 裏邊，你咪是等我看你做你超，你去 live 你就呢。即係我是想到做呢嘛，我是想到做就辦 minority report 呢。對，我是 minority report 呢。我是想到即係跳上舞，唔是跳上舞，這是笑話，就辦嘅事。哇，笑話咧，跳尖帥，只強了，兩支。OK，แล้วต่อ阿龍ก็หลังจาก講啦歡迎。Hello，大家好。歡迎，個阿龍咪湯，一裡面咪海陳湯，冇安湯，安陳湯，麵，個有豆嘅，歡迎豆嘅，大家好，個阿三lak沙，個阿涵 Hello，大家好。個車鏡。Hello，大家好，大家好啲喎。個แล้วก็只看是葡萄鏡嚇，對，個葡萄鏡，歡迎。這個禮拜咧，我咪講話題咧，是咪講？特但咪咁樣去嘅了，所以我咪講話，這是
到底规世界本是物件本是去价格，还是有咧味道有个是好开过？我嚟講話，I think 是規世界啦，即係 I think 是 global 嘅inflation，是唔是？馬來西亞係貴哦，物件應該是5本咯，啦啥？馬來西亞是本是較便宜嘅，細國家，細項國家，特別細項國家，特別你講咩阿龍？冇，特別講咗嚇，加那高啦，特別意思，你嚟是講算把神數嚟講啊，你是我睇馬來西亞類大馬來西亞，伊是唔是伊個 inflation 是唔是 same rate as 巴黎位？根本就冇夠派啦，大佬講啊，inflation 是較濟是 luxury items 較貴嘅物件，特別你若是馬來西亞好是係咪咪？伊個政府啊 subsidize 個了你嘅物件，吃物件，伊人講 essentials 啦，所以你原本啊，我看我比較英國啊，我英國去馬來西亞舊年嘅時啊，這邊1 liter 嘅油。我是1 pound 69，一半69比個馬來西亞1 liter baru 42呢。啲馬來西亞。特別攏英國攏知嘅是。你袂使呢比，你就愛看伊賺咗幾鐳，然後伊開咗幾鐳。你袂使安尼看 convert，伊人係 the disadvantage 嘅。特別攏英國攏知嘅。我英國我係鐳是嘛咧？我係鐳是英國嘅鐳嘛，我定都會。特別攏知嘅是平常時攏安怎起嘅咧？是起1筆、2筆、5筆1箍，安怎起嘅咧？英國就是講你當呢個1.69啦，伊有可能伊 previous price 是1.49咯時候，起2筆嘅嘢咯時候。冇啊，揸幾筆啊？呢個真係揸幾筆？伊 range 是起幾筆啦 ？usually 是。新鮮嘅是1.0幾個1 something 啊？哇，起8筆啦！啊！你是清炒落股，幾時？OK， 我係講你聽，你講油呢？今日講油呢？我洗車頭先洗車啲英國嘅時啊，是1991年。1991年，我買1 liter 嘅油啊，是 baru 75幣呢，75幣。OK，係你是1980。冇1991年，當今你講到這3，當今呢，伊較貴了淡薄啦，佢那是去 Sainsbury's 那是 cheap，1 pound 1.39。哦，我冇講真正濟。我，你先講到雖然你講好，我想到呢，我把你個嚟美國讀冊嘅事啦嚇，我ปั๊油，我 of course 美國是算嘅人啦，都諗未 compare 特別，我是 compare 講一個人就一類嘅，假如講一類都就一類咯。美國本我關係 ，because 我賽車啲美國嘅。嚇，所以美國我嚟，我會記嚇，你會記過這類。佢個嘅個一箍一gallon啊，加了美國。買泡油啊！對，人哋我聽到泡油時，我只是95年時，95年時，本來是 winter 嘅時啦。winter 是較少人花車嘛，所以 winter 嘅時，有陣時會落到69鐳，1 liter 69鐳，有陣時起到99鐳，正關嘅時99鐳，那是貴一箍，我人錯亂咧，人哋你上擺，因為佢伊油泵響。下靠貴嘅是樣嚟自備下 ，because 伊樣特別是點貴類內地節嘅嘛，所以備下伊無頭整無隻熱，你知啊？我記，所以我來嘅時代，你看當今啊炸開啊，做頂一個包我包油3塊貴，到啲 Costco 嘅，但係是便宜，我是到啲 Midwest 嗰度知哦 ，Midwest 咋？你到啲 California 嗰較貴，我哋去個5塊6塊。
特別你要想啦，一般是買路用買路你這樣了睇下，所以政府有影響伊淡薄啦。特別就這邊冇個啦，就唔是這邊政府唔加個 ，because 啊，伊是當今伊 incentive 唔是做伊有貴，伊 incentive 是學路 subsidize 路嘅 electric car。所以是希望我有買誒電車咧，是嗬，你家慢慢拍油。所以我想起啊，69類變做3塊幾4塊啦，是真正一倍要滯哦。個當金。Tapi John over 安尼一年呢，我講我安尼驚人，即係是我講啊，一點空幾啊，起個我白件啊，是咋幾即係紅險起啊，會時啊，你計就聽你知哦，但當今一落㗎，增加英國中講啦，1.39、1.4幾、1.3項不有，ending 啦，大陸位錄起啦。攏在成日講我，即我是隨住後面，但是講我啲笑掉，我冇咩在嘅字，我冇咩在，I mean 冇咩在嘅字是學期人嚟頂，你就你邊成講，你就是講只在講哇！即個物件無在特別，你看起嚟就是特別我們無講買大項嘅物件啦，我較濟。條路門聲嘅時候，你無買大間厝，你無買大間車。對，แล้ว我細項就無解咯。成日講食嘅物件，特別對我嚟講，我是學咯，人哋食嘅物件，但是講我感覺就講，你免煩惱着食嘅物件呢，你就是算做只學期人，特別。最近哦，唔是 after pandemic 起嗬，我รา沙掉成日我諗算做學期本特別，我們就被成日哎呦寫住隻哇，我昨回去 Costco run 啊，昨回拜個嚇，我去 Costco 買物件差唔多300塊美金，我俾隻鳥嚟咋？正常啦，阿 John，正常啦，阿 John。我正呢？之前較只是100幾180嘅款咯，但係我比想我嘅 shopping habit 無換啦嚇，我是比still 所以起about差唔多about200塊加起個300塊嘢咯，同佢100塊嘅，是咯，Costco 冇30%啊，30%啊，對，所以我感覺到買唔下，差唔多是馬來西亞嘅款本啊，馬來西亞本差唔多嘅款式哦。本時嘅款，成日當白魯嗬，你夾100塊去辦實，唔係講去係咪 Costco 啊咪啊，去辦實買物件呢就好了。就 already 是只貴了啊，白魯100塊是買物件，就淡薄啊，買冇咩掉嘅。然後你成日話伊嘅款嗬，一禮拜啦，因那是去買菜啦嗬。你講一禮拜嘅嘢啦，本差唔多係貴100塊了。แล้ว你在杜巴嗬，白魯啦，我真係貴。真正貴，你知哦？我去睇你打隻物件時，我有問啦 ，because 伊人係打頭盤起個就係樣本嘛，伊杜拜嘅盤呀。我是去食迄個杜卡盤呀，杜卡盤啊，是啊，แล้ว咪有去問咯，喂，伊一隻杜啊，我唔知係2000塊喎，幾隻啊？你再講說，佢早幾年嘅是迄個杜個咧條病咧，人這事嘅了。本條本啦，頭一行成嘅款，一第二行呢嗬，特別呢，咱馬來西亞嗬，政治節報紙會出嘛，有人講是來來來去咯，持度嘅人咧就講是中午嘅人咧，係你批發嘅人咧，家己起嘅價錢。แล้วนี่เพจ嘅人咧就話到對講是遲到嘅人就complain講啊物件貴了啊料貴了啊所以愛起價安尼款所以就來來來去安尼款咯就是本嘅啦因為伊人報紙寫講哦如 inflation 6-7%咧6-7%咧是今日 inflation 咧就係你無算講佢物件咧貴人嚟超啊，伊門就嚟起。我起隻，你起隻咧，接掉。對，但係愛睇，但係是伊人愛成話愛睇內門嘛，對貴 distributor，然後 in the end 舊價佢哋人嚟超嘅時是20%、30%咧。
伊嘅 inflation，伊面真是正貴啦， 7%總之吧，你嘅物件，你一日吼，愛去外口食本好啦，頂久啊3塊一碗麵啊，吼，吧你乜那有了，人檳榔。人 last time 講 KL 貴嘛，吼，咧人檳榔片嘛，檳榔啊個3塊半到4塊，你看你會使食到，哇，只大盤嘅麵啊嘛，吧你乜那有了，6塊本細盤爾咯，就是咯。我就是等下我想要講嘅就是迄個咱講這個大起嘅別項物件，別項 style 嘅起嘅，咱當今個有成日講啊，新疆、Raya 啊、迪巴瓦利啊，你看你是物件起嘅咧有。馬來西亞地教你看你嘛？政府有 control 成日講 essential 嘅物件袂使起。哈，對，所以較少啊啦，當今世界，喂，記得嗰隻新疆呢，哇，米粉貴，哇，特行起嘅了誒。essential 嘅物件有 control 嘅嘛，有 control 咯。等陣我冚咗個聲先。Well, it just happened very suddenly about 3 something. Okay, 嚇，แล้ว成日講 essential 嘅物件咧是成日糖啊，係咪啊米粉啊，咪貴嘅咧，係你呢是有 control 嘅，你就冇起安尼貴咯。特別呢巴魯嗬，咱馬來西亞會糖啦，伊巴魯有出兩項糖啊嘛，一個糖咧是有 control 嘅，一另外一個糖咧是冇 control 嘅，哦，嗰個兩種嘅糖嘅，float 嘅嚇。伊是咩？伊炒糖啊貴，還是油糖啊貴？無，伊是安尼款講，你糖呢嗬有一款糖咧是有互政府 control 嘅咧，然後你糖箱咧你特別出迄個 control 嘅糖咯，然後你本會使出你人家己嘅糖咯，然後迄個糖呢是對調 market price floating 嘅。哦，所以安怎咧？做咩屬於安怎喏？伊到底伊糖咧，即是後面無相，安怎有喏 type of 糖嘅？無，伊糖是相嘅，是講價值無相呢。做咩事我冇咩明白，做咩事安尼款做？唔知喎。伊可能有你是 subsidy 咯，有你是政府 subsidy， 有你政府 subsidy 咯。哦，所以即個 under subsidy 嘅糖嘢，甲辦嘢你看我有。你安怎會知你去店未買是？看價錢啊！伊講吼，若是講報紙有時啊講啦，若是講啦一間店啦吼，伊是干那賣迄個貴嘅糖啦，伊無賣迄個 control 嘅糖咧吼，會掉你愛你知哦。所以就變講，攞裝都未賣，攞行糖辦呢隻。有就是人買咧講去買迄個貴嘅糖啊。有誒唔知夾錯啊，可能夾啦無看價錢嘅人啦。有人邊夾無看價錢嘅嗰隻人。無啦，I think 迄個較貴嘅糖啊 ，maybe 有 process 貴了。maybe 是變做 cube 啊，是咪幾個？是唔是安尼款？絲絲格格安尼款你知哦？係啦，不過你有你落行糖上嘅啦，人愛去買貴嘅，上就是安尼少。就是咯，就是想講就是 ，maybe 伊是成日講，但係我講有咧炒糖油糖安尼款，伊成較你炒用咧就會使凊彩咧，有咧愛較 quality 啊，extra fine 啊，係咪係你有可能都無 subsidize 啦，有可能。是應該是安尼款啦。政府幫有出一個，伊幫有出一個物件，就是叫Rahma，即個 menu，所以即個個了嘅fast food 嘅個了樣有賣，你看有 post 啲好位位。你們是好哦。是5塊爾啊，所以我愛食即是伊間啊下晡迄段爾，較濟是。McDonald 啊，5塊曉啊，是幾類啊？你是好本啊，你可以試下照顧掉佢哋級，你都未報到腰啊。係啦。政府subsidy嘅咯，了 AMW 了Aeon Big。你看有政府嘅一個，你看 poster 有一個政府嘅迄個。了這是特人會使買，還是你對有 certain status？特人會使買。特人會。你嗰是好本啊，你看。不過啥物件是好貴啊！你知哦，成日講話出去外口食啦，吼，特日啦 ，at least 要開差唔多20塊，你看吼。一頓嗬，一頓。冇啦，冇。我諗邊咧，吼，你愛看，有若是講你食嘅啦，吼，成日講經濟倍啦，當然經濟倍無經濟啊，就我叫我成日講我夾雞肉啦，煎雞啦，一地啦，然後摻淡薄菜啊，你看啦，伊個你7塊半了啊，巴都。然後你加隻後水是唔是10塊了？咱若是講你食兩頓來講，是唔是20了？所以你食生一頓差唔多10塊。
哈，แล้วรู้จักแต่ออปิงล่ะหรอแต่ออปิงเนี่ยเป็นไอ้หนอคอแล้วว่าจะเอามีโลไอ้ฝาคอรู้จักอยู่哇！诶，我有影，我一到对其实，啊，唔是一到哪只哪打对先，我们是感觉到若是讲吼，我唔是夾美國類對於佢嚟講啊，我話實真貴。我甲我朋友講，我把真係提起我對於馬來西亞大浪忙唔通幫我去 Starbucks 啊，係你好嘅人嘅位，我是冇去，我直接開美國類後，我都冇咪咁食 Starbucks 就，我就是對於提起我就俾提起嘅 quality， 我是食你本地。特別你別食 Starbucks 在這時候 ，Starbucks 的。馬來西亞是10個塊，啲上嘅㗎 US， 啲上嘅都是 USD 嚟嘅。Hello， 特別好，人個好嘅，食啊成個變累呢喎。有啦，好嘅人變靚真一隻啦，真一隻。冇啦，我同你講下，即係你學教會啊，就是月光族了，一個。月光，誒？月光族就是後尾個開了，你櫃杯就開了，個了光了咯。都明了，月光OK， 特別有可能本啊，所以個有人講，我會聽別人講，別人有嚟朋友到啲 Canada， 有嚟朋友到啲英國嘅不同所在，我講美國啊，人講隻寫到啲馬來西亞10塊咯，嗬，人咪 convert 啦，人 one to one 水，我到啲 US， 你去。I 講只寫呢，你去上架係你 McDonald's 嚟看，我看本就被 maybe 10塊隻掉，隻秒。我其實講你 US 嘅 McDonald's 係實是幾類咧 ？US dollar 幾類？點我看本就被8塊呢？嗬，8塊呢？所以隻秒啦，尋水、尋 fries、尋 burger。嚇哦，係咪？安怎？包咁啲啊不，相機，阿三laksa，阿咗你試下冇開，你講我看你講話，特別你唔買冇開。McDonald's 我哋搞嘅，because 阿莫包嘅。哈，幾類都知㗎，絕對。你那是 base 下一個 Big Mac set 嘅咧，是阿個6塊翻啦。Canada 咧是阿個8塊9塊翻，特別你 plastic 咧。Canada 都agak 10塊翻了，because 以後你那是以後你 coupon 嘅時咧，伊是agak 7塊半6塊9翻嚟，7塊加是7塊半一個 set。未使講應該係再加自己搞句話，未使講。Dollar menu 嘛，你別記啦。Dollar menu 啊。Dollar menu 哈。Dollar menu 是無包行嘅，食到其實香呢，伊個 burger。有啦，有一個 burger 無菜啊，無 mayonnaise 啊。伊人講有賣，特別伊無係啲 menu 啊，你特別問，你特別解講。我哋 dollar menu 啊。伊無係啲 menu 啊，就你解講你愛 ，because 這邊啊，伊誒 dollar menu 嘅 McChicken 咧是較細，伊是上加 McChicken Junior 就對啦。所以伊無係講你特別解講嘅，你解講我愛迄個。你 dollar menu 嘅 McChicken because 佢哋是 white order 嚟。哦，較細 ，OK。伊咪係 menu，because 伊係 menu 人看啦嘛 order 咯。所以你嚟講，特別伊有 offer，特別伊無係啲 menu 啦。特別我隻招上面好錯無咪在嘅，只我價格，特別我 order 話價是7塊，可能特別 maybe 冇咁貴啊 ，maybe 6塊。有。我7塊。combo 啊 ，combo 掉。meal 啊。你7塊咧，就是像伊個 burger 是較特別，像 maybe Angus burger 啦，嗰是伊嘅料，伊 Angus burger。那是講你是叫像 Big Mac 誒 meal 嘢啦，是 usually US 係個6塊。OK。上我伊 price 無起掉，特別假如講 US 嘅。burger McDonald 無法咩好食，多 Canada 嘅好食。我就係問看，你嗱安尼便宜了嗬，แล้ว你嗱有比甲 last time 啦嗬，伊陣間有較變細氣啊，是較薄氣啊，是咩你講到？我講不管怎講，我唔知。Because McDonald's 安尼看你，伊 Big Mac 一磅咧，伊是特別半10嚟 patty，แล้ว伊 quarter pounder 咧是一磅，就是4嚟 patty，because 伊人有 formula 了誒。所以伊賣，伊今日成個伊米粉啊，伊用較棒嘅了，伊個早嘅時，伊 Big Mac 啊，伊較濟 sesame seed，當今伊 sesame seed 煮來煮少，特別伊白伊袂鹹 ，because 伊啊就講啊，
一做一拍名嘅時候，意思講。伊名是算個這磅，掛得磅都是講一半入面掛做四份咧，伊未記咯。對，了但是你看伊有once in a while 伊 Big Mac 伊講伊係3禮拜啲，是4禮拜啲，伊做 promotion 嗰方面嘅，特別伊一磅一定要特別浸嚟 ，because 伊 factory 個了做個了是安尼款，所以伊規世界伊拍名嘅時啊 ，because 古早嘅時啊，McDonald's 出來是唔知是幾年出來時啊，佢哋只係嚟把都是 government recommended 地招佢哋人只係都俾蝦米，所以伊是對了翻 nutritional value 古早係啦，所以一直落來伊冇變。我 OK， 當佢哋講嗬。人去食啊，當然真效果，阮起來可能效果。夏威夷話來稍較貴哦。夏威夷話。我去食貴頭先。OK， 確定到對嚟。我來接咯。OK， 感謝。一定攏未比我這邊貴。是咯。California，我把你對Canada 跟 California 對嘅。California 不是比較貴，然後正夏威夷。San是 less than below 15個是只 San。哦哈。特別你講 San 是只係咩啫？你講下，有就這類。咪講 fast food 啦。我諗 lunch time 啊，出去成個like 我冇擺啊，我去 vegetarian 成個只你叫三倍啦。係經濟半人啊。choice or two choice 嚇，經濟半人嘅款。就俾12-13塊咯 ，two choices。唔是啊，人去食迄個，人正正興嘅迄個經濟盤，迄個 Panda Express 啊 ，Panda Express 嘅價錢是偌濟啊 ？Panda Express 是我看每次食10塊，10幾塊啊啲。10塊。Because 我就是感覺到細啦，你愛。成個講只 maybe 成個 fast food 嚟看 maybe 都10幾塊嘢咯。但是講你比起餐館入面只，第一般嘅餐館嗰個學碟係咪嘅啦？嗬，20幾塊。即係嘅定於國家離譜。一人啦，一人。依部15%因為。冇啉alcohol嘅咋，即係零平常嘅是 drinks 嚟咋。冇叫 drinks 咯，我本是就只叫 drinks 嘅話。So 那是講我教我硬啦。佢就最近我馬學隔掉呢，伊講，你特擺出門較濟是我學類嘅，所以伊唔再講到這類咋，特別 because 哪嚟那貴嘅，所以我係就係講人嘅expenses 較起啊較濟啊，所以我特擺去學類是我睇看，伊特擺條 check 嘅咋，我 last meal 我解做就出去食是90幾塊，唔是講真正好食，唔是講真正。特別嘅位咯，特別我係叫 last 2 meals， 所以我只一個特本嘅特別羅人嘅起來本時候嘅沉水係咪80幾塊是Korean barbecue Korean 別貴。然後那時講我去成個 Mexican restaurant， 我去間 Mexican restaurant， 我係廚嘅咧，係算咗半嘅羅人食。有啉水，我無啉水較濟，特別有叫我自家食，咪個無講，像我唔敢叫，然後呢，到40塊起來碟嘅啦 ，maybe 啊個50塊呢，算便宜咯。係你是第一便宜咯 ，restaurant 食第一便宜。120咯。然後那是講，那是講買去普通嘅 restaurant，唔是 high end 啊，普通嘅 restaurant 食咧，maybe 就俾100塊呢，差唔多。是啊，貴要滯哦，100塊，你想看有咩人安怎食？係咪是叫做無去 high end 嘅100幾塊，100塊？啊，成個講平常 normal average 嘅 restaurant 咯 ，restaurant 嘅好淡薄，哦，面對 fast food 嘅款。你是講是 family restaurant 安款呀啦？嚇，成個 normal typical average 人嘅去 restaurant 咯。差唔多咯。你是講係你 fancy 嘅 restaurant 咧，我那是去對我去 fancy restaurant 去 steakhouse 係咩啊 ？maybe 300-400呢，300幾塊。嚇，你知啊？對。你一個 dish 啊，有當時一個 dish 啊，一個 dish 啊，80塊冇有啊，咁樣講。係你是。嚇，你嗰個 side dishes 就叫做 steakhouse，或者叫 side dishes，即邊嚟個嘅15塊。
下邊20塊呢，參起來叫起來，我是講兩人食然後就唔係講係咪？如果伊 food 一隻，所以你使大包堆特別貴要滯哦，300幾塊一個meal兩人，我未哦，我第一個300幾塊是美金嘛？係啦，美金啦，嚇，我入嚟馬來西亞成幾塊？你把那個聽出來，特別人講咧，人講是人用。一塊對一塊啦，I mean 一塊 US dollar 對一個 ringgit 嚟講咯 ，because 我就這邊談，我就整食嘛對，所以講到底下邊食一頓差唔多咯，想食一頓兩人食300幾塊，差唔多上咯。咖啡嚟講咧嗬，你看啦，第一日是啊，我叫阿廖奧廖啦，แล้วก็一個卡布นารา啦，แล้วก็หน่อเอา嘅latte啦嗬，然後80塊了喎，80塊。較水淡薄嘅咖啡，然後就差不多嘅咖啡嗬，一熬嘅咖啡啦，แล้วก็不要緊哦，細熬呢，然後就唔是嗰啲大熬嘅嚇，唔是用麥嘅嚇，而是用一個隻細熬嘅，就嗱隻看起來隻 Q 嘅熬呢，就差唔多係10幾塊了哇，一熬。我感覺佢冇得呢，你知哦。其實冇得咧，到馬來西亞而家實在冇得。特別啦，馬來西亞 OK 啦，講。馬來西亞嘅 culture。啊，你講先，你講。哦，sorry，特別叫 drink 嘅，啲出邊美國會使。咩叫 drink 啊？係咪啊？人就叫 drink 咩？就啲馬來西亞。你冇看就新聞咩？你新聞唔是亂㗎，真正大咩？你新聞，你人冇叫水啊？了何以頭嘅寫到 Facebook 嘅位嘛？呀，馬來西亞特別叫豬，我叫豬咪學到字。啊，有呀，because 個別店是豬哦，對，係你話明白 ，because 伊個攤，伊個桌頂舊伊是豬個單 provide 嘅嘛。特別當今阿 John 講咪個冇上啦，你是講 define dining 食飯點先，是唔是特別叫豬？係你個唔是，係你個唔是。你唔是，即係係你唔試過，豬係咩叫？Fine I mean 講係你 even 講 fine dining 你去一間Italian restaurant 啊，就 spaghetti 啊，你冇叫豬你白豬呢，你白跟豬咯嚇。OK，so 咱講起韓國咧，韓國看伊個你安怎變起來，你會價錢安怎？我冇講擺貴咯，你講就貴咯係嘛？我一人去食嘅話咧，我係隨這邊嘅旅話咧，加拿大旅加新加坡旅是第一順嘅，往嘅河邊係上嘅，所以減貴窮我食隻東西減上嚟窮咯，所以我食物件嘅話咧，就是食一東西話啦，平常時食一東西話咧是當今係10塊，就是係10塊。加拿大類咯，OK，差唔多。Canadian dollar 係10塊咯。誒，安尼幫嘢咯，我水幫嘢啦，我去第幫嘢嘅 Korean restaurant 在這邊啦，是你學生去嘅位啦。第幫嘢 dish 啊，14塊99。你食係咩物件？你會記係咩物件啊？14塊。誒，伊是迄個巴骨嘅湯加白飯呀。你係咪巴骨嘅湯？因為我自己本身食物件做。netball 哦，佢哋冇上，我自己本身是講暑假食卡利比湯嘅，卡利比湯應該就卡利比湯就是貴嘅物件嚟嘅，卡利比湯這邊本是係15塊地少15塊，啊冇就12塊 Canadian dollars。哦，我就去食門市12塊。對，即係物件啲個人本是貴嘅物件嚟。我同你講就係bibimbap嘅話咧就冇咁貴，bibimbap嘅話咧我就是10塊。Canadian dollars 係你是算咗青菜食啦，好食片片包。青菜食咧，因為迄個巴骨嘅迄個湯咧是較貴物件嚟。哦，特別我唔知啦，伊大迄個 menu 是第一磅機是14塊99，because 伊嘅價錢起價啊個40塊 ，and then max out because it is for student 嘅嘛。哇，貴本啊！所以你食喺迄個物件應該是個個人嘅價錢是上嘅。我食啦，我是感覺我食。14塊食迄個巴骨嘅湯咧是正常嘅。我是感覺 OK，because 伊學擼kimchi，伊學擼嚟 kimchi。哦，盤餐。我嚟講是 OK 呀。嗰時係 review， 你啲 review 嗰啲包。誒，啲病未必有嘅冇 review 咧，我就講成。有咩？有嘅冇嘅，我就講成。我特擺咩叫嘅啊？特擺地拍電腦刀。
對，你去下咧 Korean barbecue 嘅位下伊嘅 refill 好咯，特別你去下咧平常 restaurant 食 Korean food 嘅咧，伊無代表個係 refill 好咯嘅啦。啊，你都俾叫咯，你無你都俾叫嘅，我這邊只招個伊家己上來。哦，冇，伊有誒無好你 refill 嗰隻。啊，有你無誒 ，because 伊驚講你 ，especially 你去你 student 嘅啦，伊個你 refill 5刀，都唔是了打。是啊，只得冚打。特別有啲人嘅喎。伊 review 下，伊韓國人冇啊，很做。有人呢，伊 review 個伊材料嘅啊，你佢就叫嘅，點時啊，伊就講啊，迄個女無了喎，無了，錯別戶啊，係咯，特別我講我嚟過咧，我第一無關係 ，as a Malaysian 我第一無關係嘅物件就是，人哋注意個食嘅物件是上價錢嘅，咋？差不多上價錢嘅。我食一頓啦，我食一頓嚟 bibimbap 嘅話咧，嗬，10塊 Canadian dollars。特別我去啉一後咖啡啦，我是買到半支咖啡嘅，所以我是去外口買咖啡嘅話咧，伊就是 Starbucks 嘅價錢嘅，因為伊個人無上嘅 pattern 嘛，因為 lifestyle 是無咖啡店嘅嘛，所以伊人是無咁哇，so called 隔了是 luxury 嚟，係你是？伊是對，特別伊是因為 luxury 就是 part of life，就是 extra 物件嚟，所以變咗是你食一對杯10塊Canadian dollars，你去外口啉一後水咧嗬，本來6塊，Canadian 6塊，免10塊啦，6塊一後嘅水了誒。哎呀，上這邊冇上㗎啦，講成。嗰邊係貴嘅物件，伊嗰邊貴特別嗬，特別國瑞人是一年average 咯 ，average 一年啉400歐嘅，你知？哦哇，個比啊！你真是 more than one glass 啦 ，more than one a day，average 你知？真係驚人嘅，你知？Canadian 飲咖啡真驚人嘅，你知哦？真搞泡。你就真係 Canadian 在一行路是見到一個咖啡歐嘅。國瑞就是安尼款呢，國瑞就是安尼款，你特早起可能做工你只8點幾啊，特人嘅手見到只牛咖啡，你知？lunch time 唔是只牛咖啡見到對到 office 嘅。3點4點，目睭未開啊，個一歐。啊！我冇個一歐，哎呦 ，Canadian 飲咖啡。我冇啉咖啡嗬，我生日一類哦。是咯，你問講直接3塊，你算3塊好，你乘 times 直接1歐嚟講，都係這類嘢啊，365。特別你就冇每兩隻物件嘛，我講，兩起嘅兩是安怎起，你就係玩梅咯，因為你 imagine 過咧，伊物件佢咧是算稱嘅，你就，伊是算稱嘅，你就，所以一碗白飯啦，跟下白飯就 just 白飯一碗嘅白飯，鐵碗嘅白飯咧是1塊 Canadian dollar 啦就。哎，白衣啊！我聽我講成，無人學你去買白飯嘅啦，無人學你去買白飯嘅。佢第二點是你問別佢講，這邊是食飯嘅國家嘛，但 of course 佢哋呢個貴啦，而家這邊是食飯，即係有家己嘅味嘛，即係食飯嘅 country 嚟嘛。伊是一碗白飯1塊1,000啦，所以若是講伊起嘅話啦，伊無可能佢你起一個100碗，或者10碗冇嘅咋。伊起伊就是 at least 啦，你 imagine 你白飯8刀，那是伊起嘅，伊一起就是起個1,500嘢嚟就是 1.5 Canadian dollars 嘢就，伊種 taxi 喎，對 taxi 啊，往 taxi 是今年起嘅，嗰陣舊年是起車是3.8，3,800啦，3.8 Canadian dollars， 當今起車是4,800啊就，哎呦，一起起1,000嘢嚟就。講起的士啊，嗬，特別啦，馬來西亞所落喎，係好笑嘅，都唔是做 Grab 咩啊，Doc 是唔是啲講咩嘅啲嘅事？阿咪講嘛，冇嘛 Grab 啊，要限，成日講Grab 啊，成日貴啦嘛，嗬，แล้ว要成日講有 control 伊嘅 price 就係，所以變做這是政府還是 Grab 嘅公司 ？Grab 嘅公司。Grab 嘅公司 ，that means 講 Grab 嘅價錢嗬，未講起就真係正嘅。Last time 咪是啦，你就話 from 這邊我厝啦嗬，愛去 airport 啦嗬，差唔多咧特別有係70幾嗬，特別落咧話，不如我去 airport 不如個3幾塊呢，咁就。哇，正餐咧，這伊是無迄個。係啦。逼一啲叫咩？以前嗰時 mileage 算咧較價去嗬，所以咧，就所以伊人有罷工嘛，有走。我哋做乜事咁啊？今日有一項無起價呢，你做嗰個 manicure 啊 pedicure， 啲 Walmart 我看到伊嘅價錢無起，我真奇怪咯。但行起嘛？你必要 cut 伊嘅 service 咯。
你知道佢做飛機咋呢？迄個物件愛50喎，愛50。我唔知一個冇啦30塊。咁你做嘅事 right，要咁你講，你若是愛你嘅 color 啊，即係 color 是 included 了，若是你愛較好嘅，你就加好類。所以當我當今啲時候啦 ，because 我行過嘛，我直接我就一看，啊，終於 price 無起，安尼估啦個無起。那阿毛包問我，你是唔是愛做一個正價？我講唔是，我是奇怪，做乜事伊無起嘅。But maybe 當今咧，伊好類嘅咧 color 正少，我係 maybe 個 stand 伊會有可能較本嚟好。因為 somehow 就被 ，you know 就被調嘛。我心啲時候，咁了物件起嘅，伊安怎伊生理過會開掉，伊無起嘅，我講嘢真奇怪咯。伊插咗 one code instead of 2 code。Maybe it's true. Yeah. 講about 個幣啊，我當今只係減少咋。我當今咩？我特到等麥當勞咧，即邊麥當勞嘅個幣係真係好啲咩 ？So summer time 舊年嘅時啦，伊 summer time 一 call for medium iced coffee。今年咧一 call 20個類，但係 still 真係便宜嘛，compare to let's say Starbucks 嘅 iced coffee 係貴。所以我別掉啲單伊 iced coffee。齋都家己嘅個幣。冇啦，我有家己泡個幣，但係我是家己個比較香，家己齋俾齋啦，唔少，我就齋。Because 啊，這邊嘅summer 正熱啊，你 summer time 時啊，你去買嚟一個嘅，你麥當勞正爽嘅，你啉咗你先㗎了，計爽。我真係好啉伊個比較香，唔知啊，真係香㗎，你講。甜啊係。個只啊一箍啦，一箍咪，真係便宜啊，一箍，老餅物件一箍啦，邊。哦，就偏咯。所以當今我只聲嗬。我食聲聲，我面去麥當勞買個幣，我去餅夾 free 個幣。冇好哩咩？餅個幣派你媽媽先。對啦，好嘅啦。我哋餅個幣。你那是迄個 bank manager 自家啉個幣咧，伊個幣就是。伊較好誒。是哦。manager 無啉個幣咧，個幣是賣哩咩？賣哩咩？แล้ว我 OK， so 我哋想講。當今人我會想看人食OK， 我當再講去 restaurant 後，若是講貴開40塊，我都冇心聽啦。所以我特別出去看，到落去睇食較便宜嘅，所以 end up 做咩事我去 Costco，maybe 我 shop 較濟數，就是我買成個較應做，咪我個半段煮嘛，然後我買成個一煮。變了，你 reheat 啲嘢物件，係你變做歪 normal sorry， 歪，這是 emphasis 嚟的，對。我們上個路咋，咪估，我即係我們是當佢一幫酒食到學校嘅酒啊，都上去我人。去 Korean restaurant lunch time 啊，我係驚落嚟尋話硬尋話，去 after 我係驚 scooter，我嗱我得30 meal 呢，如果上嚟落嚟驚 share 嘛，30 meal 呢就70個塊咋 ，total 啦 ，including tax and tips。我講我得咪，我係我得係 spicy pork bulgogi 咯，係鐵啲 spicy pork bulgogi，然後我得一個 soy garlic chicken， 唔是鐵啲係我驚。แล้วว่ากับกี่ออเดอร์ฮะเลยเกาบีทั้งสั่งเลยอีเกาบีทั้งอากาศจับไปคอเกาจับเกาหรือเหรอสำเร็จอันนี้เนี่ยจ้ะด้วยแต่หมดซิมเทียบนห้องแล้วจุกิจานคน即係個面是嗰隻係 fancy restaurant，即係是食嘅 mom and pop 嘅 restaurant 嘅，食嘅即係 small restaurant 嘅，都 already 是有個可。我講啊，有驚嘅人啊！我所謂我當好似咧後生嗰陣咧，哎喲！我看我嘅食氣，我同你講，我係朋友嘅，我係頭家啦，我係頭家要死嘅後生。伊個唔講真大漢嘅咯咋？伊第一大漢你未必一個14歲，可能哇！一個食掉啊，一頓啊，是伊人近來驚食啊，就是規個我人嘅食啊，然後像 whole family 食啊。Oh my god！我係大伯嘅食嘅。Oh my god！即係嗰隻字，你要講有食嘅，你要講有食嘅。
驚人嘅，我個基本不，我個基本不驚佢就落櫃啦，是講，我聽到只是我個我問特別講，你小姐咪小姐，誒你我這咧即是話 from 6時所個19歲嗰陣時，18歲時，我食到啊，你邊聽到是 stress eat 啦 ，because of from 6時啊，我食到嗬，我就照咧，我就 before 我照咧，我 order 是 order 兩行成嘅。所以拍第一隻兩行，我試過叫幾隻行過。然後我問大伯講買小姐，即係兩行我呢就好多邊嘅，嗰隻行。咁平時咧出去當見冇咧，等留啊，佢冇呢嚿隻啊。定到少年嘅時，哎呦，隻都未停嘅。你冇想到咧，白寶就定到接唔見。阿冇講啊，伊14歲時，伊嘛是讀去小水咯，伊人小水啊，伊買阿杯 1 dozen 嘅 donut。แล้วbecause อีหลังตัวที่กำปองมาเลยหัวเชียตัวกัวหัวเชียคัดตุ้งแค่ชูสิ25 minutes อีกอีเบต้าหันอีเสียวยาวอีมาเบชิ1 dozen เลยโดนัทละอีสิ honey dip เนี่ยละ dip เลย sugar เนี่ยอีกอีจับจีเลยแล้วตุ้งเก้าถูกจับดีเนอะก็ว่าเดี๋ยวแชร์แกว่าก็ลูกอุ่นเนี่ยจับเลยกุยเลยอีกอย่าอีกจับ4 回จับ5 回อีกลูกกุยจียาวbecause 伊人啊，個 hockey 啦，個 swimming 啦，做緊隻 activity 啦，個 activity 伊講你季節啊 ，and then 我想講你隻背咗，我看一下，伊也冇背，伊講用嘅了，我問伊嘛，我講伊是唔是車大炮？伊嘛講 no，伊有影是食嘅了，對住個食dinner啦。no，我咪是，我去補習嘅時候，特別補習阿妹了，我到 form 6嘅時候 ，form 6補習了幫。補習食了時我就唔係補習了時我就去食迄個冰華，定到冰華幫佢不老啲股是學過未？食了就攞，我特別是叫伊迄個炒米線攞盤，想食攞盤，了時個食有煎啊啥物，了時對住我買個春dinner係嘛個食，哦真係食，因為食喎。背背嗬，我背。我按咗個名字啊，你係咩？แล้วจะ電視啊，你個แล้ว好咯，嚇有嚇 ，I think 有啊，我會記電。電有記嘅，我啷個電記嘅？電啊，馬路啊，嗬是算 block，你都就攰啦，一個 block 個一個鏡子攰啦，哦。所以你拿用拿濟咧，都用濟人都學較濟 ，because 伊個較廣嘅 block 較 cost 較濟。你阿妹洗衫較幫伊個，你過咗11點你洗衫都較幫伊啊！你節時洗衫只貴嘅，我啷個嘅？because 伊 factory 用嘛。哦。แล้วอีกเกี่ยวลุติชูไหลอ่ะลุอาแม่เสียซะแล้วอีกลุกวยอ่ะมันจะ8 點สิ9 點ก็จะเลยแก่จีแล้วกวยแล้วจะ1 點就จะฟังกีแล้วจะจีหลังแห่ที่เป็นแล้วอีกก็กี่หอยสตัด咯แล้วอาแม่สตัดแล้วจะขี้ไหลสิอีกเดียวอีกแห่อีซาตีเลย dryer ว้าไม่กับลังก้อนจะ要緊咪嘅ลังใจอ่ะไม่講咪唔嘅係咪會崩晒ลอง講就係啊，ลอง講就วิวิวว่ากับลอง啦 host 嘅 ，OK， ลอง講about 你係咪唔嘅 key 嘅，然後會幫晒就話不對呢，你 key 嘅啊，你loan 你厝嘅 loan 嘅installment 有 key 嘅不？係你 key 嘅咩？嘛，你利息啦，哦，你是講 interest， fix 啊 ，interest， 哦 ，interest 唔是 fix 啦 mortgage 有 key 哦。cash 未起 interest 你無 fix 你 mortgage 是個嚟起，係你是唔是你 mortgage 了，係你是 interest 啊，我諗這邊買字是我諗 bank rate 把你個 key 呢，我再 keep 0.5%啊 quarter sorry keep quarter 係咯，攞去股票咯，是安尼講你 interest 去股票落價少我諗緊呢。because 像這人 like 股票，那是講 interest low 嘅時啊，伊係 term deposit 冇達嘛咧，咪走去係股票咯。然後 interest rate 高嘅時嘛，走入股票出來，佢去做 interest bearing 嘅 investment，所以 that's why 股票落正濟。我同你等咗股票起到對呢。對，落正濟啊，這邊股票。我等2年幾啊，要掉。未掉起啊啦，2年幾就落未起，落未面用你創生是寫來。
有未掉啦，嗰個是 unit trust，我都未掉，我就是本咯，同佢一直是 negative 嘛，同佢。咪是國家國家，班慢慢鎖咯，啲嘢鎖起嚟嘅。未啦，啊？即係未鎖起嚟，搞到發病公司原來你鎖起嚟了。哦，你講 EPF 係唔係？EPF 咪是 unit trust 啊嘛，你是 share。我都冇做 EPF，你講咩嘢？我哋講條 EPF 嘢。係咯，冇啦啦 EPF 啊。我就是我係當就縮到 EPF。縮到 EPF 啊！咩是縮到 EPF？係了，縮到。Hello Malaysia 會無人買阿媽那上 Malaysia 嘅咩？行可買啊，你想愛買啊買啊。我有古早真正故事俾。係啊，把路去超呀，無論搞路啊。佢哋是債券嚟嘅。佢哋屬於呢拉股。因為伊大條談嘅，伊大條談嘅，即係是政府定出來嘅，即係債券啊，政府定出來嘅，所以政府無類嘛，政府愛類嘛。bond，OK，bond 啊，伊有個大伊馬來人成談證嘅，都有談幣，是講有談幣啊，伊有個大。伊人有個大，佢人幾大，對。哎呀，一個人台幣800嘅。啊，當人就可能要半個打咯，你看咯。但係依家做阿媽那三項Bumi Putra了唔是啊？唔知，意思是冇上。依家冇上嘅嚇，冇上嘅，特別依家嘅阿媽那三項Bumi Putra。上冇上本是上，我本是看可買，上冇上本是上嘅。因為人上時間快，你再是已經是買了咧，伊人就真正快，因為小時真正快，啲人。我知古早大病做工嘅嘛。快人嘅。我知古早大病做工嘅，嗰粒半少少啊，卡佢啲走嘢。你是一樣買，我就係變白，因為 compliant 嘅數嘛，所以因為 compliant 嘅數嘛，所以伊人是特別買是 compliant 是迄個 bond 嘅件咯，人 share 本是特別買 compliant 嘛，大家付翻件嘛，所以即個因為唔是 I mean 都講我頭先你阿媽那呀，唔是阿媽那沙哈馬來西亞，迄個本是，伊人真快有樣本買掉誒，真快買，但係掉樣就對佢買最險累者咧，但係所以我哋 that time 是我知佢在大 BSN 做工呢，所以哇佢搬出來呢，哇衝去買啊！對啊，有人啲內邊做工就 OK，無人做工我媽那會知，即係小事。我媽都去買好人細漢嘅事，我人細漢嘅事食。啊，定咪細漢。我唔知啊，就知我唔知啊，就知。定咪細漢買，把路自己10年是冇咩可能嘅，坎坷俾嘅。哦。自己10年就加坎坷嘅，坎坷啊，把路會分。好睇咩？我calculate 呢個7% overall。哇 ，OK 咯，7%。好彈呢，對，好彈呢。因為成個 in stock 嘅咯，唔知。特別 bond 是 guarantee 嘛，伊是 bond so 伊是 guarantee 啦，bond 是 guarantee 啊，咁 bond 是 guarantee 啊。特別有 limit 嘅嗬，即係特朗普有 limit 嘅，就是，因為講。特朗普有 limit 嘅，特朗普有 limit。特朗普有 limit。我有 equity 嘛 ，bond 嘛。equity 個 bond 第一債咗咯，特別伊第一價咯，伊彈掉，特別是達掉彈咗啦。我係 safe 啦 ，safe。我係平伊 risk 嘅。伊講伊特別唔知特別去 bank 做下面，我講哇，你唔嚟出夠鐳啊！伊講冇，伊買嘅，伊名去買。actually 我冇唔知喎，買得啲。伊冇啊嘛。揸3年我個債掉咧。伊講唔是伊累嚟，講是伊買啦。講將你買你好心貴俾好，伊講唔是，我係買買個伊 limit 了冇啦，用伊名去買。哦 ，OK。特別我係買得是比較我人嘅啦，所以你唔是介幾少。佢一18歲你都未驚咧 ，something like if you like you pay on behalf of 你驚啦，是18歲定21歲，我唔知。up to a certain point 你教下你會聲咧，伊就未 control 你啊。哦，特別我買得冇教我講 until 揸3年。
好笑。我去看，講 OK 啦，有旅遊呢，就係十幾Malaysia 政府嘅 bond 是較好，特別這邊咧，若是你是買政府嘅 bond 咧，你價錢較低，你 interest 較低 ，because 政府正穩嘛，還是就穩嘛，你 interest 嘛就高。誒，安怎冇聲氣啊？亂，我講到這物件啊，我講到這啊。我講到這啊，你快辦了啊！有四卡春藥，有啦，有四超啊！誒，但我甲人講，我想到這物件四卡春是想到亂我。節目嘅時想到我啦，節目嘅時想到亂。我節目嘅時我想到講咗成類嘛。然後我係節目嘅時候，我買一個筆袋啊。伊是 aftermarket， 所以到到 in between 你即係袋四隻嘢，你就喺你辦機。但我買伊是內數啫，伊一個是頭前一些後背，一些薄薄，一些較長嘅。然後我一定啦，伊是寫是直接唔知咪 feminine， 唔知咪個頭我未記啦，伊就藍嘅點甲冰嘅點，嚇，你寫頭前嘅點。然後我咪是用迄個些較長嘅物件，用我幾年啊，一邊做成啊。伊 plastic 未舊，伊成日一支唔記得成，先咪是一支出來咯。咧伊一支未熟到短去咋，所以伊 always 你直拆掉出來。你超實啲去哦。唔係，我有頂到寫是我有夾迄個四隻萬，迄個出隻萬物件浪去，所以當今嘛變做有當時啊。你出來所以 anyway 我冇用啊，我當然用迄寫薄薄去寫啊，特別好佢寫掉喎，我特別想佢 adjust 淡薄我卡出點淡薄啦，然後所以我當然我講寫咯，你是用對面話嘛，你使用你薄薄去寫卡出嘛，所以我就曉得啷，背是背頭前後背嘅寫，所以頭前嘅派是用後背派是用頭前嘅。Buy one get one free。OK， 頭晚我咪講講你 loan 你講講安怎？你 mortgage 是唔是 interest key 做 ？interest key 啊，因為啲 BLR。哦 ，variable， 你解哦。variable plan 嘛 ，flexi plan 嗰時。對。我就講到我 key 嘅邊個啊？我有，是啊，當然 interest 係 key。因為到嘅就是先白路俾你啊，特別白到你使 refinance 咗看 interest 嘅價是要去 fix 去。唔係啦，我買個 refinance 啊，梗係現價位比較長啊。冇你 refinance 較低啊嘛。我 refinance 我叫我係 refinance 時候，我 from 30年頭尾是30年，我欠唔知幾年，5年6年時，我 refinance 時我 refinance 咗10個年嘅 loan 去，所以變做你低去咯。特別你 of course 你，但是講你 interest 較低嚟講，你害貴，但係貴啲咪是免害呢？即係你咯，所以你使較早行了啦。但你等當見咧 interest 也關嘅時候，定啊咪 US at least 啦，所以你等伊你較低嘅時候，你過來 refinance 佢咯。特別 refinance 唔對看伊你 fee 嘅啦，咪得花。I等5年 ，because 往正價是6年。哦，係。refinance 係落個年，所以冇講這邊個俾啦，驚浪你就去 refinance，佢都 refinance 卡就是另外一間病啊嘛。resell 嘅 loan，對啊，你 refinance 都另外一個病啊，都冇可能到對 unless 到對一個病伊 offer 你好嘅 interest 啦，好嘅個 package 啦，冇咧嗬，你係等個年咯。嗰隻物件咯，唔使講。refinance 就是 resell 啲 loan 啫，就係呢個意思。我那是叫 renegotiate， 我是叫 refine， 那是你講 refinance 就是你加累，然後那是你是想 renew 就是你根本冇換掉你 terms and condition， 那是你換 terms and condition 我就是叫 renegotiate。哦，所以講時行款， because 人拍電話來時啊，人特別明白哟 ，because 有陣時啊，我一個嚟做工嘅人就，伊講。伊講我講 refinance， 我講你這邊做工，你在力等，伊同時在正做工，伊乜嚟在力等，你講都是 renegotiate， 同時 refinance。哎呦，你別使怪人講唔對 terms，because 我看 lingo 嘅入面 internal business 嘅 lingo。伊唔是做。冇啦，打電話嚟人未曉本啦，講嚇唔是叫做 refinance 咩？我睇人冇先 majority 人未必講唔對，特別本是叫做 refinance。
，so 人聽人知講伊愛係咪？你別要見要知愛咪，唔是講係咪唔對，要見要見別知個伊 intention 咪做係咪嘛？對。誒，了，但係阿龍你會講咩？你會？應該哦，我當然有一個問題就是我有興趣。你會俾？哦，你處當邊個？我對，我是教，例如講我是教另外一個人白白嘅。嚇。所以當時咧，我被換做我自己嘅名咗就，就是講係人被幫手掛大刀呢？特別掛大刀了，我特別被 bank 欠掉，就是被 refinance 咯。啊，對，你去甲你 bank 講，你做儲蓄做嘢嘛？係。冇，你特別自己會 qualify 咯，你若是哦，一直是被。就是被你 reevaluate 看你在調起啊 reevaluate 看我有喺你在調冇咯。你除嘅間時就成咯。伊 interest 會起啊，伊 interest 對當金嘅還是伊會使成日對頂到會得嘛？有兩項，若是講你是假使講你假使講你簽5年啦，แล้ว你第3年是你愛夾你人起來 right， 你會使甲你 bank 講，แล้ว你會伊若是講伊同意咧，你咪 just 夾伊名出來了咯。那是伊無同意，你特別等甲5年嘅時，了是你甲你 bank 講你愛 renegotiate 啦。了若是你 bank 叫你 requalify 伊嘛做咯。若是你別 requalify 伊嘛甲你講伊咪幫手咯。所以就會每，特別當今你應該是會幫換名嚟啊嘛。咁啊，你伊咪幫手嘅話，你後面未做嘅咩？嗱，伊咪幫手，你特別你家己特別夾你行你 bank 了咯。because 你當今你欠你 bank 嘛。對，別，伊若是伊買幫手嘅話，你可 bank 都未做保行嘅，because 特別弄嚟人嘅名嘛，冇，伊下面 action 咪未得嘅，because 伊買幫手咯，你做咩物件？你做人錢嘛？都會你貼線嘅攞你行伊去哦。啊，對。伊買幫手嘅話，就是伊連這類物件冇買啦嘛，咁是想啊。我有陣時 no negotiation 啊嘛。我兩項，即係有 OK， 當即係有陣時 property 落嘅是啊。你欠，假使講你欠100,000啦，特別你厝搭80,000了。Underwater。啊，你 underwater， 所以有個人啊，伊嘛買啊咯 ，because 伊驚講有蝦米事嘅時，伊特別還100,000嘛。所以假使講一個查甫愛走啦，你查某家己一人被 qualify， 了你 bank 買幫手 ，because 伊愛輸嘅時，伊輸兩個人嘛。哦。啊，假使講一個人 right， 伊若是一個人看輸呢，伊若是迄個人佢未背啊，就 game over 啊。你就是兩個人 right， 你頭一個人輸，伊未行，你會使輸第二個人。啊，所以安尼講咯。啊，老咧，你講你會是你會看你換做你一個人嘅名去哦。啊，你若是 qualify， 特別有個人你知伊甲我講係咪哦？伊講我去迄個 lawyer 位，我換我家己一個人嘅名，你嘛未做半項。我講安怎未做半項？辦嘛輸你爾咯，你到時無累好嘅時，我嘛重講你厝。because 我人無同意嘛，你家己去做，所以你無同意，你想講我換你未做幫，我人輸你，假使講你欠我人100,000，你特別還100,000，當金還100,000哦 ，because 你 violate 你 contract 啊，但是你無100,000還我人貼你厝 ，because 你家己 violate 嘛，唔是我人 violate 嘛。你我唔知我特別問看你病人怎but anyway 我特別講嘅就是八項物件行政。物件起價，物件攞感覺到嘅係美國，同埋人冇講對物件，像人講食啊嘛，飯山啊、買菜啊，咪你看啲物件，係啊，嗰有飛機單，飛機單咯，飛機單起哦，因為飛機單，伊起是because因為 cover 到對 COVID 嘅 loss 嘛，3年冇咩飛機。我 feel 到是安啊，我 feel 到是 demand。正邏輯都，我舊年交嘅對邊兩個點先係700塊Canadian dollars嗰種來回嗰種，係咯。我冇錄個隻呢，正邏輯我嗰隻看一刀啊，變咗340塊嘢嗰種。哦 ，I think 是呢 ，I think 是 demand 呢 ，because 我聽是就是我聽這個人講成個伊人頭是風險。search 嘛，即係人會 travel 嘛，對，會使 travel 時，特別伊樣嘅 staff 嘅了個袂請到做嚟冇樣 operation 冇夠100%嘅嘛，I think 成個 Malaysian Airlines 成個是50-60% 嘅款呢，了
伊嘛是無夠飛機咯，無掛飛機單嚟賣咯 ，because 伊 flight 無咧坐嘛，頂當人 cut down 咧坐起來，比講風險矮就對嚟佢就會請過迄個飛機師啊，咪你看你物件，然後有兩時飛機都無夠誒，有你想一頭愛得賣去啊，是無理去，然後所以當今慢慢。到對嚟啊，伊慢 re-implement 伊嘅 flight 嘅了嘅時，變咗伊較濟單了。若是講伊人 travel 人個無較加嚟講，伊嘅價錢會 maybe balance 對。我是希望啊，啊無阮是解，我特然後我個幾個水款呢，佢要坐 business class，個較貴。我嘅上面，你個去買啊？啊！你會坐 business class 啊？我想，但是我想要坐，特別你頂呢？冇，但係對邊人是冇算啦。我想誒，我去 Europe 嗰陣時坐啲全卡咧困嘅。我同你講啊，你 try 個道啊，你再個有幾個時你正好是少年時，你我就硬聽表緊嘅。你當點靠去啊？時你我你想要死命嘅底現冇人肯你感覺是啊？我落飛機時，我有個瞬間成個喊咪啊！特別諗是後面人家喺香港啦，你是會啊？你會去吸引百位嘅嚇？阿咪，你就貴，你就 business class， 你咪是乜最貴？你咪亂。成日去 encourage 人特別愛坐。冇，唔是講 encourage 人特別愛坐，你是講你本事嚟講啊，你使 consider。我同你講，伊 experience 完全冇相。我同你講，定到我對馬來西亞啦，我是成日講即啊，嗰度但聽對馬來西亞。當今晚前 business class 時啊，我 look forward to it， 哇！我想到哇，我要去坐，我食咩物件，看困啊。爽時也是爽啦。我特別我聽嘅。one of my clients 有 launch 過咋，one of my clients 是真出名嘅一個航空公司嘅啦，佢是金色嘅字。哦，金色字。actually 我其實講你明唔明？叫我解拍廣告。對咯。attitude。伊真係好嘅公司嚟 ，because 伊嘅 service 真係好嘅。誒，我真係你睇 discount。冇了，同伊because COVID stop，伊冇做了，伊同伊冇做。呀，我不愛啊，我愛這啊。伊樣有 launch 過，啲 Korea launch 過咗，頭一道 launch from Seoul 飛去，伊是阿布達比條，伊阿布達比嘅，迄個飛機裏邊咧嗬有 presidential suite 嘅咗。我知，伊是 hotel room 嚟。嚇，伊是大廳嗰邊層嘅啊！少嗰個，因為這伊是 hotel room 我買 ，actually 老實講 ，of course 好啊 free 我愛啦，特別我未了我累去坐安尼大，安尼我要緊嘅事，我有攤睇到我會困，我都直接摸腳啊，所以人在我嘛，我無貪心嘅，我摸腳物件就是摸腳誒，我無想講。我冇想到講，even business class 本啊，伊無夠好，伊咧成日咧新加坡 airlines 所以我唔是要去伊去找你第一 luxurious 嘅物件來 experience， 我是要學我上我攤睇卡春啲，我目睭冚咧一困，我就是好咧。我 actually 冇吹你知，定當時 AirAsia 有嘅咋 ，AirAsia Access 係咪個頭時候？伊是 flat 嘛？嚇，伊 flat bed 咧嚇，我有拍算咩啫？然後我買隻咧好下面冇表緊，然後我是會攤困啲。特別按照佢隻 AirAsia 有背個去 US 咩？定得有啊，定得有背到 LA 嘛？哦，你 pandemic 嗰度報啊，我唔知 maybe before pandemic 度報啦 ，maybe 伊個 international flight 咩？定到是唔是啊？我在自己嘅夏威夷呢。我在定到嘅時，伊人有 announce plan 咧 ，maybe 冇 launch。然後伊度 already because 伊冇搞 business 係咩唔知啦。London 是有啦，London。我咪 consider 過呢，我講那是 business class 哦。本身你看你都俾搞個一個熱啦，定到我冇幾類嘅事，我上濟，定到我是 EVA Air 時，我有坐你economy deluxe 嘛 EVA Air，然後 economy deluxe 有陣時你俾 economy deluxe 單，然後你使叫趁成個 points upgrade 嘅陣時會坐到business class 嘅，哇俗噶尾橋啊是，然後然後是伊個唔是等嘅一座，伊是到啲台灣去檳城係一座。
頂到有杯 direct business class 啦，嚇，頂到有 direct flight 嘛，但冇啊，所以我咪是講即你即掉咯，特別叫我加你來買是還是我係買落手個，還是但如果咪是買落手，就見 Malaysia ringgit 安尼價一貴。日本啊，變做物件真係貴，你知哦？變做物件是真貴。你比較生，你知第啲有時我去台灣啊時喎，嗬，哇！我未記，actually 我嘅目標咧是去日本嘅，然後呢嘛，我是愛到台灣 transit 嘅嘛，然後到台灣轉一賣咯，然後我就未記換台幣，你知哦？台灣嘅類，然後你知馬路啊，我去到嗰邊換啦，嗬，馬路㗎。I think 換到伊是幾類嚇，唔知是人是講伊人嘅幾類嚇，換人 last time 嘛是伊人嘅1000塊，人一邊10塊嘛，然後馬路是伊人嘅1000塊，人一邊唔知是7塊幾呢曉，還是幾？唔對10幾塊，按照，你講人10塊迄年是落幾年前嘅事啊咋？對，然後馬路7塊幾嘛。馬路7塊，伊人7塊幾咪是亂 value key， 14塊，人100往14，伊人100人14嘛對，然後特別我去到迄邊換啦，你知扣較死啊，扣較少啊，換到嘅鐳，人100人15咯。該爾咯，人馬來西亞類吼，我去到迄邊換啊是啦吼，伊講哦，馬來西亞吼，你家己看清楚下，只價爾哈，安尼看你才有一個。唔是，你佇馬來西亞換，還是去台灣換係問題？伊是ringgit本身就已經是真係大問題啊。是咯，積壓咯，我甲你講，去到迄邊啊，所以當然出國唔得咯。而是真係無得，真係唔得咯，真係無得，而是真係無得，你股票見佢落嘅波，都是我講，我教我朋友講，特別叫我對件事思考避唔要緊。特別可能講啦，而咗我甲你講，你彈美金咧，嗬嘛好料咯，你換過來嗰時嘛是借咯，安尼款咯。當今美金一塊Malaysia幾鐳？4塊6啊，當然。4塊6，哇，袂歹啊，好啊。都是。我諗都諗得着啦。你呢句話袂歹是對 US 嘅人講袂歹，對馬來西亞人講是新加坡死嘅歹。喂，嗱講安尼款嗬，大家鬥下手者嚇，我係佢哋 Facebook 嘅 video 嗬，去 share 咧，去看者，因為睇廣告啊，我睇美金嘛。哦。Facebook 嘅廣告啊！我睇咗200塊啊！哎呦，得女人真快。Facebook 啊，嚇 ，Facebook 我唔是有做咧，學嘅 video 啊。你看 video，你咪 skip 廣告，你連廣告咪 skip 廣告啊，就彈啊嘛。哇，未擺哦，200塊。係啦。特別你廣告時咧，5 seconds 你才 skip 嘅。skip 就未啊嘛 ，skip 就冇算啊。我一款就是 after 5 seconds 你 skip 嘅話，你一照算嘅。哦，所以講，你看你是做咩 package 啊？會使 skip 嘅？伊是唔是伊廣告？我講吼，伊 Facebook 看了吼，伊我人在美國看是美國廣告嘛，伊有人在馬來西亞看是唔是馬來西亞廣告？馬來西亞嘅對，馬來西亞廣告咯。我看到嘅，嗰啲是國內廣告嘅。廣告啊！特別我看 YouTube 是冇廣告嘅 ，because 我下一個 software 伊 block 咗你 ad 啫。誒，我學 Premium 嘅啊，我 YouTube 看，我不是我學 Premium 嘅咋。我是下 software，that's why 我特登看 YouTube，because 我淨看 YouTube 我冇 ad 啫。哦，搞我死咯！你講是 Facebook 嗰就 Facebook，啊，你就會使睇到冇類。啊，嚟講講佢咪叫貴個？係咪叫 essential 要緊咪樣了 ，grasa 就貴啊，會影響到人生活。你咧 medical bill 咯，Malaysia bill 咯，靠落罐類。冇電個水勢 OK。哎呦，馬來西亞水啊，安尼汴魚，起落嚟咪是個汴魚個嘛。馬來西亞水是食汴魚嘅，尤其是檳城本是汴魚嘅。是講淡淡冇水嘅啦。係個個嘅。淡淡冇水嘅啦。冇水，淡淡冇水是靚咯，唔是話難咯。檳城冇嗰啲問題嘅。
有诶，紅香南邊咧，最近啊，最近真正濟啊！我 already 今年南邊嗬2刀3刀啊，無水跟人節㗎，佢哋講，你叫一刀無水只濟是樣特別嘅，你水面杯誒水去樓頂倒曬啊，搶水嘅水面杯嘅水啊，又特別買水，買嚟一罐一罐嘅水去搶獎板，我過會記過。啊，係哦。哎，我見到就，有你大看到個表見啊，伊登記啊，個成日有 ration number 3啊，你就是到底你會托個厝啊，你無就無登記啊，死咯。我托個厝登記啊，人真無登記。無特間厝登記啊，有誒，嚇，你無登記。這30-40年厝㗎啦都有登記啦。無對對。我是厝無登記嘅，伊幾年啊？伊是幾年買？我買厝本有啦。就我就，是啦，無關我10年大時搬去嘅，我都有。我 terrace house 有咧，無關無嘛。無特間有嘅啊。無講特間有嘅，有啦，แล้ว有人夾咗登記嚟係大個數。啊，有你想家己係登記到啲個口嘅，你看你啊。啊，你嘅新厝就講。就有啦，特別舊厝7-80年嘅是唔是？60-70年嘅是唔是啊？你冇怪新啊，新啊，好啦，即係是 new feature，我叫我爸去我人厝過去過是，伊有家己係。我太平厝嘅厝80年代買下，都有登記本啦。我係厝冇登記，是講唔是講特間有嘅。有趁錢，是講特間有成日頭經嘅家己。因為我哋個口嘅導致我是有想過愛幫另外幫嘅一個登記的吧，咯愛幫兩個，因為我特到無水嘛。哦，係咯，靚嗰陣就冇水嘅就。我細個口個嘅係一間。我已經罷了，我人已經關事啊。嗰陣時就估冇到。我人會使我係酷玩嘅㗎。every 3個月一擺。啊，但我酷博啲界，佢哋比這酷好，因為我水是什麼嘢嚟嘛？是佢哋水是啲咧安怎講啊？啲咧烏魯音嗰邊界好，成是，我嗰邊界啲我成界，伊人會使攞股骨刀，攞股骨刀。我 area， 你是烏魯音咩？啊，我就是大嗰個，就是基本上是條無水，就是我 area 啦。哦，真係解咯，一樣啲。我 OK， 我 maybe 2年刀，嗰時1年1刀，安尼可能啊。我 every 刀我有 share 嘅金珠面嗬，我即係諗實講我 every 冇掉。我是愛問看嗬，咱馬來西亞嘅人啊嗬，你諗白路特特之有開 account 咯。我幫佢就開 account 啦。私了。我幫佢開 account 啦。我計特別係計驚了咯，唔得電視啊嗬，唔咯。健身啊，你講健身。健身是真幾混啊！伊是開個健身嘅啊，未怪貴。OK，其實啲零貴嘅。馬來西亞真正做啊，而家是做㗎。就講 KL average。KL average 我嘅電類啊，一個 family 啦嚇，一個電類啊個攞曬人一間厝啦。第一招300起嘢㗎啦。哦，冇，你隨便條百幾200咧，冇嘅。Depends on how，depends on the create account 嘅how frequent 啊。因為我係電腦真貴本，你冇create account 冇好，你冇程度。即係幾啊？可能嘅。對。啊，你拍低冇 account，你冇create account 啊，拍低本按200幾咯，一個月是一個 family 啦。冇就是600、1000幾，我揸隻片㗎啦，是1000幾嘅。真看真冇咩錢貴電位，我未記我電腦，I think 這個 summer 我未來過嗬，阿明白你個實呢，所以 summer 即 usually 電用這時是國考做時用個這電咯，一到這樣嘅，唔知喎，等我落影啲嘅，我諗啊，白魯馬來西亞是正解咯 ，because 做嘅數啊，講怪做嘅唔使地市個啊，啊是啦。直接講200，直接。哦，香港啊，香港。200幾到300。200幾到300，夏威夷啊。
我400幾 Oh 啊， my god！你住得多勁啊 ！Oh my god！我400幾是係咪數開 heater 嘅數呀 AC。summer 我是 Central Air，特別我誒，夏威夷18-20個字 summer 誒。我係電貴，我係電貴嘛。啊，我係電貴。哦，Canada 係電貴。因為夏威夷是 island 本。美國是 depends on 下面 state 嘅，有嘅 state 咧，你會使伊上啊 fluctuate and market rate 嘅。哦，哇！有嘅啊，或者上個 Texas 啊，yang I lock 嘅。OK， 我看到啦。Summer 嘅是 OK， 7月會段會寫，等會寫舊年啦嚇，188塊半，所以188塊，所以差唔多900塊。哇，1,200咯。貴嘅是1,200啊！啊，咪講嗱，講一對一嚟講是。喲。3蚊是。應該是我諗嘅 heat 卡就是開掉，我 AC 卡就是開掉咯。แล้วปันกีสิตองกิมสังกาokay this month ปันกี April ปันกีก็70 คอ我唔想嚇68 คอ唔係只要佢100，唔係只要佢900คอ即你夏威夷是較貴，夏威夷唔是用你冇見到喇叭做嘅一點我諗你知啊，伊電貴加300，伊好路你 average price 有人賣好嘛，3小關啊，所以伊 average 佢貴年，哦，對，嚇，對，啊，你使去討啦，嚇，你去解講，伊人做even billing。哈，我係叫我不聽。哦，個人嚟看你物件。because 你無類號嘛，佢哋咁依家相關。伊是 average 咯，所以你平時成個我70幾塊，比如是你是隨住 average 嚟講，你唔講上行險7月8月是就行得這類啦。對，every 唔知是半年是啊，แล้ว一半年是伊個 average 費 ，because 伊是廿舊年嘅 price 嘛。แล้วอีกกับ唔知係咪點先係個個 average 誒，啊唔會驚講你後尾是你個條波到對小姐，所以個 average 咗。嗱，伊當然講講 your projected bill for July is 170June 是170塊，哇，咁差唔多咩？我講啊，baru Malaysia 成日是個 IQ 個嘢一點 ，because for those 係咪？B40 還是above 啊，嗬，冇 subsidize 實係咪貴咧？嗬，唔知啦，伊人哋講掉。我 B40 啦，我唔是 B40 是係咩物件？係咩嚟？係咩物件是 B40？你 salary below average。OK， so 伊是看你嘅 income household income 嚟算你等會寫。That's why 伊人同今啲 debate 掉嘛，แล้ว安怎去看咧？你問哪會講啊？แล้ว唔知個。頂到嘅時候，我講看係咪講個亂嘅時候，咪講唔知幾粒講係咪物件咧？對咯，就是講即係幾粒講嘅咯。所以是幾粒講時候，再講你也未醒過啦，即係啲 debate 掉啦。未醒過，特別係講唔知講伊來安怎去算咯，未曉。邊啱生活真係是笑咯，嗰陣呢。係咪見到嘅？啱生起來是阿笑咯，你看你看你講我開冇開嘛？你話個禮拜講我開一粒呢咧？對咯 ，I think 伊是看你用電貴了一個冚站咧，嗬，伊就冇 subsidize 路了。係你話 understand 啦，係你 make sense 嘛 ？because make sense 咁。你 basic 嘅人嗬，普通嘅厝人有類無類本好嚇，你使聲嚟講，你買佢嚟講，你咪用個招咯，你咪是未起，你另外隻 bracket 咯。但係我有試嘅講。啊，先嚟講個 efficient 嘅嚇，咪邊樣？特別我同你講是抓㗎，你別打閒咯，到處我同你講。咯，定住啦嘛講。第一個本擔心事。係咪打？嗱，試過冇安呢，冇安呢之類。係咪講？你話 big 應該 OK 了吧？underwear 係咩？應該快 OK 了，因為我而家學堂會使下禮拜去會使有 outdoor activity 時候，意思講 MOE 已經是出配學堂。應該是 OK 了，所以應該往正個實落河了。伊是 delay 啲樣上隻股呢？特別講個嘅幾嗱佢知唔使搞電視，嗱是第一關個阿未起，個阿未來個嘛，第一抓日子阿未來個。特別定啲是抓是唔是講緊係抓？一抓個隻 persist，一真正
真只股係冇 break 掉咗，定 last time 做事啦。แล้วก็แบบที่เลยว่าหลังจะเป็นก็ forest fire 誒嚇，你嗱邊啊？唔是講有forest fire 咧，嗬，咧係你紐約唔是貴你天嘅了，貴嘅了嚇，貴嘅了去，你會有哦。我係會冇。特別我諗住變成特別我諗係video，我上次 QI 是習慣啊，拜三時啊，拜二拜三時。你看到你煙，你看到你煙，你 video 你สัมภาษณ์成個笑成個逃避嚇。但係我有 video 本，特別我就係出 outdoor 啦。我 because 我基本是做啲 indoor 啦，我都唔是做 outdoor 嘅人。我哋嘅我出 outdoor， 我記講定時是一樣有報告嚇，即係時拜二拜三。我睇到新聞。係 because of forest fire 呀。因為嚴重哦，佢哋 wildfire actually 是 wildfire 咧，唔是人家己，唔是像 Indonesia 燒吧，伊是家己起火啊，你被 control 來，แล้วอีสิ講就你掉下股啊，反正物件就你唔通出去咯 ，because 你下股會起嘛。你冇出啦，你就 start。我上次冇出去啊。特別我是奇怪講，伊是係咪抓家己燒起來啊？冇得掉，當時你講阮誒你講，但是係 hydro 咗。然後打了也家己會倒。蝦米物件人貴啊？話人嘅 habit 去，成日講起價加上擺。物件我會問，起價就是 tips 啊。potato chips。我有感覺到，我唔係俾我唔知。嚇？起啊！就你學你嘅事嘅 tip 啊，睇你 tips 啊，我都聽係掉，啲兩條冇掉啊。小飛啊！我講就講你 potato chip。我抄起兩嚿銀話。tips 無好啊，無記嘅啦，但我即係即係古早時嘅了 tips 講你家己咁運河啊嘛，對唔對？當今哦，即係你 restaurant 嗬，一 fix 好攞20%咧。呢個是 fix 咗20%。because 即係諗走落買嗬。點金？我是點金 already 起個25本有啦。話少。我是 usually 好嘅 restaurant 我就學20咯。嗱是講 service 較貴咧，好我就學10個咯。了，點金連係你 take out。嚇，我未少嘅就是 take out 會跌咯。我唔會。是咯，你 take out 本就學跌嚇。我是咁講，但是你是 after COVID 嘅時，after COVID 掉。因為 economy 唔好嘛，你人愈來愈好愈少就會所以就係你個啦。take out 咪 charge 咗你 bill 啊，因為你逼掉下 ，because 樣是 minimum wage 人嘛。特別 minimum wage 本好啦，COVID 嘅時啊，政府啊，咁了都有 subsidize 人，做當今你愛 gouge 人啊，我是這樣未爽咯。你 service 好，我好你我咁運，特別我講無數個，你按怎講啊 ？You force me 咗，你 service 無好啊，我做咩事特別好你？我先唔知啊，你 service 好。我好你談掉 because you have earned it. 你 service 冇好 why should I pay for you? I'm not the government. I'm not Uncle Sam. 即邊個寫定見個有 kitchen charge 係咪 charge 個了嘅咯？哇 kitchen charge 啊！你就看好。有時就去夾只貴啊咯，當金。真係貴，我冇出去食咯 ，because 我是感覺啊，當金啊，出去食啊，食唔得咗。我食咧我未爽，但係我咁話咪。是，我當然本是較夾，我較親切，我去 Costco 買獨白嘅物件嗬，我係你，然後係 air fryer 嚟講下我食。Because 古早時我甲我朋友人特到時 4 5 weeks 我人to meet up for lunch 啦 dinner 啦，係咪貴？當今我人甲了無了，甲了是去家己厝了食家己夾，但無物件啊無就夾 take out。Because 對我人甲了來講啊，真無得。人唔是講人無類咗，我人無事甲互人 being taken advantage of。係你我真未爽，所以我人咁話買咯，咁話家己啲厝啊，咁你講咧 Costco。แล้วกะกิแฮปปี้เลยอาวันนั้นกะกิติชูกะกิเผาโกปีละกะกิกองว่าละเบดีเซอร์ละมาสิ想即係一個個爽個只物件起價嗬，就是 ticket 咯，看戲
看戲啊，concert 啊，咁แล้วเป็นกุย戲啊，不如。看戲 OK 啦，我做咩嘅看戲呢 OK 啊。貴女啊，貴啊，看戲嘅單。我買 couple seat 啦，50塊。50塊是。係咪50塊是貴啊？你知我好先。看戲啊 ？couple seat，你睇清楚 couple seat。羅人啊，羅人。係啦，羅人啦。你平時有這類咧？那是哎，你得因為我最近我係買片嘅，我係買片嘅 ticket，but 嗬，伊位啦冇水，係咪冇水？係咪跟那 screen？我講我個伊 screen 啊，我都明白喎。我講貴呢是比較啥嘅貴哪年整啊？嗬，咪講講貴啦，是 around maybe 是4個年嘅款啦，4個年以整啦。是叫多15塊嘅款呀嘛，不如有嘅 cinema 係20塊了，是叫多了就。15塊，我15塊嘅 ticket 是個有，但係塊嘢色那個定咯，有嘅色我是真係跟那 screen 咯。貴死啊！我就估唔係去在講嘢，since pandemic 我去 after pandemic 我實是去看攞到呢。特別你講 economy 冇好啦，你在馬來西亞 concert 啊，你嗱頭先唔是講佢哋搶票嘅咩？搶多啲，搶緊了，就是我就是講哦。誒，我10幾年冇去看戲啊咯。啲大啊，就是講。I think 我 the last movie 我看是唔知是 The Last Emperor。No。你講被鬼迷嘅喎，係唔知是 Hunger Games 喎，我別記啊。OK。我以前是 Hunger Games 喎，唔知頭一出喎，唔知是只古啦，你是鬼迷學咗。Last Emperor， 我只古無看戲本啊，只古啊。我是只古冇記得。我去看是。因為可以點時唔敢去看嘛，然後我偷去看，我今年去看呀，今年我看 Mario 咯，and then 就後尾就看嘅Galaxy 咯 ，and then 最尾看是嘅咩 Transformer。我 last show 我去大人看是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哦，即係咪是 last year 咯？是 last year 了個對我知個啲個，所以我介知就係看。特別 everything maybe 嗰一出我看是上次我冇看 ，that's before everything I think。係是 before everything everywhere。了我俾佢 support 係 Asian 嘅 movie。嗰一出個本來當我去看，嗰一出我未記名，唔是 Asian 嘅。去大看戲，我只是個只 popcorn 呀啦。你唔要多出隻啊？啲 popcorn 是好食。呢個popcorn 好食咩？popcorn 30塊啊嘛。嗰條啲係叫佢係你 butter，呢個係正正嘅 butter。哇，梗係好食。夾胖。我是 actually 我去看戲啦，是我 feeling 啊，是咁樣有 companion 咖啡店去看咯。因為我搞出國去看啦，一部冇咩事搞，食popcorn搞啉水嘅。有做咩啊？去大特別去大咧，時間都冇食popcorn，特別我冇食喎，我嗰陣時冇食。我話自己打包咪嘅。你 smart 啲嘅講啦。我到馬來西亞看嘢，我 smart 啲嘅自己嘢啊。係了辛苦嘅。我把自己 smart 個咪嘅自己咯。แล้ว特別比較啦，自己入去多個當時行領嘅事。佢講嘅 OK 啦，即係 understand 啦。他們想話後面嘅個貴，後面貴一落話啦 ，change 咗 habit แล้ว買做嘢冇用嘅，但係咧自己食咯。你講自己食 tips 貴，แล้ว買自己食，後面嘅 change 咗 habit。夾頭毛，我是夾頭毛，依家太貴呢，當今。太貴啊 ，double。對，我諗住邊個走我夾頭毛，我條命食咗先。阿涵，夠渣。好正啊！別講大家阿拉咪都別拍啊！
background 計咁嘅頭毛嚟啊！呢個 background 計咁計就話上加迄亮亮，迄古裝嘅呢皮啊！哀家起來了。你嘅 battery 該打鼾哦，你嘅 headset。哦是哦。啊，你Google有個喎。個存30%。哦，好似未買啊！你幾點鐘啊？你就頭住 show 度嚟啊就。那個困去，未必你困去時啊，一直頭。我困去這樣呀啦，我困去1點鐘幾呀。但我講價頭毛貴，攞下邊價頭毛貴Australia，真貴。嚇，真正貴。我當叫我家己加我嘅紅嘅頭毛。嚇，搭波我是你搭波較硬，你加伊個頭毛，我家己加哦。我咪攞加呢，130塊。Oh my god！ 落等先，查某愛看靚嘅，查某其實講 over shoulder 一直差少較貴啊。哦，我是這邊 shoulder length。shoulder length to ear length。哦。tapi 我愛去嘅地方是真正飛機，是貴嘅，因為真係少地方會曉加樹嘅頭毛嘅。哦，對，Asian 咧啊，所以你是 Q 底，你是 Q 毛啊，所以你特別吹人會曉加人。對，那是我想加 every other Asian Q 毛愛做跌嘅話咧，便宜啦，50塊、60塊就有通加掉了啦，特別我買嘛。特別你是會 keep 你嘅殼。對，啱，我愛 keep 我嘅殼。所以當然你殼，當然嘅殼是你 natural 嘅殼啊。啊。哦，你是 Q 毛精。啊。真啊 Q。Oh, I see. 我係 mother side 嘅 trait 嚟。毛。Oh, I see. 嗰佬是叫毛嘅啊。那嗰啲我 appear 我剛剛 appear 嘅時候，我係頭毛跌嘅是 permanent straighten 嘅，我當見我買 fight 甲伊啊。哦，所以你接落來乜事？接落來乜事？你幾時 start straighten 你頭毛 ？Ever since what after secondary school 咯。哦。現在水去啊！對，since 會使愛水去。So ever since 我 secondary school 畢業，我一年 straighten 一擺嘅。哦，一年 straighten 一擺會啊呀？未啦，這是你講一年 straighten 一擺？哦 ，OK，那你只要一年 straighten 一擺，咪是頂面 Q 會得跌咯？是咯。哦。真係坎坷啦 ，so at the end 我別啊，我除掉。你知道 embrace 你嘅 curly hair 是啊？掉啦。特別較貴。我有時候我愛會記我甲我嘅紅光幾類，真係記㗎。你會 discount 最後 price tag？你準備 50% 啊 ，Liz？ 掉啦！誒，你吹行鋼咪咯？嚇？你吹行鋼啊嘛？會個。I mean 我10月 retrench 了過後，我對啦 holiday 對來，我吹到一份工，了伊人做 costing 做錯了。哈，我會記下。甲我講伊車未掉我，了我當今嗰啲做嗰啲吹掉。未貴啊，60塊。是啊，未貴啊，60塊。冇間過，佢咪計講60塊，啲時候就俾拍會令我就多啦。掉啦！你 OK，咁啊，咁啊，住講起夾頭毛別使講，你夾頭毛就幾類 ？Before pandemic 是咧，around 35 plus tips around $40啦。已經 keep 個70個 before tax。哎呦，你做估價就到對未？我 normally 是我真正應該是貴嘛。Then 我 normally 是around 9 months 價一道嘅，東京唔講啊，不過很多少頭毛。哦。75塊，你笑冇 before tips 哦。 70貴哦。
哦，我本時我加70啦 ，before tips and tax and tips。แล้วขอหอกกันไรตัวเบี้ยกะปีจะจับคอเนี่ย if ก็ทำก็ color เลย color 720個 Oh my god color 個貴喎 tax and tips color 3003級240幾誒我記得掉過一刀啊吼伊一刀是我去價啊就無我唔知就我佢學嘅 color 一單來是300幾食去你就講嚟計日到靠到都要食平咯訂咗好啊因為我見6禮拜去一刀嘅等於話 extend 7禮拜去一刀哇大波咧大波個頭毛有感覺到起價啊我是無搭啦，所以我 normally 是無話 feel 到啦。因為我是你自己聽，我佢可能聽我是，你唔自己聽，我 click 因為我叫用多嚟扣。哦，是你要做較 good 我用多嚟扣，所以我大部時候是加100啦，是15塊咁啦。哦 ，OK。But at least around 我冇特別有起掉，應該是我這頭毛啦嚇，應該是有6-7個了。哦，特別冇你冇起掉，你有啥掉頂到是本是15塊啊，是頂到8塊啊，什麼有起掉嘅啊？有咯，有起掉咯，點辦啊？是嗰陣就冇得啦，然後跟人靠人啦，10塊，意思10塊就解掉啦喂。OK。阿龍咧，到底喺邊家？英國啦，韓國邊？15塊 Canadian dollars 咯，but 我是較小淡薄，所以你個要去洗頭毛，要吹頭毛。所以所以我特季節是開35塊 Canadian dollars。哦，到底你頭毛哦，你是去開去洗頭毛、夾頭毛啦？唔是，我吹較好嘅hairdresser 嘅。OK。唔俾我門呢種嘅係種較貴嘅，唔是種你本嚟邊咧嚇，你普通嘅。有本啊，你愛辦義價冇咧？愛辦義或者打波頭較型咯，打波頭嘅話咧，10塊到15塊就做掉咧，actually。你韓國咧，知唔知啊？這人我去做佢哋成日去。一啲就係跌，正後尾就係跌嘅咧，就樣 straighten 嘅南邊嘅，hair 就係韓國 hairstyle 啊。呢時當今日韓國 hair 時間是一地就露點一地喺度做嘛，露點做啊。你看到嚟，你看咩啊？哈，一片啊，一片啊，你俾開咧個燈嘅個燈。一餅先呢，一餅咧是起嘢啦，一餅是一路嚟嚇，當時間你講呢嚇，แล้ว你冇去做呢頭毛，你使留喺等嘛，什麼呢？我呢借頭毛去做嘛。哦，你家直接做。我again我暑假前期零哩滴滴，我暑假你講呢。我這是本是特步，這是咱講韓國hairstyle，這是定到咱我中學時 hairstyle 嚟啊，這是。當今嘅時間就佢記錄噶啦，喺呢邊嘢咯。冇特別樣，你去伊個 hairdresser 是到底一邊啊，一啲邊啊，伊個你電啲，你知道？所以做一較邊啊，你頭毛咪嚟碰嘅，伊正裡面個咧電啲嘅，我個叫做本啊 ，actually。你都知我是夾頭毛夾夾只一年嘅嘛，我嚟 USK 我就夾夾咧，所以我經嘅 hairstyle 是我會曉夾，我夠做嘅 hairstyle。你後尾亂咗自己加。當今較坎坷，你當今我特別用加多加數，所以後尾我就你看到 feel，我就夾手呢。哦 ，OK，哇，都是搞啊，嗱，我check下後尾 ，inspect 下後尾，我 feel 以後，我是想睇你嘅家裏掠看到就要夠白燈啊呢。哦 ，OK，so you go by feel 啦，你我看正常，我做隻念啊，我睇到個呢個件出來，邊個等等報告，我就兩加。哦 ，OK。就係教我講隻股啊，了解就點先。我當然就冇判斷，特別當今後一等到一個地步啊，嗬，我變做我明年嘅上架了，然後我 OK，我係成日講，我係幫人較等淡薄，我明年插伊本 OK 啊。第一時啦，介紹你，題目有備一個嗬，加頭毛，伊學你 angle，伊嘅 measurement 嘅，伊是對上加嘅 blade 嘅。
係啊，and then 一個 stand 掉到你 skull 哦，and then 你氹你殺死哦，死過哦，一是 lift 起來的，所以你咪用手敲咯。我俾佢看下，你叫啊！我俾只題目我俾你你在我題目就嚟是你以後你後尾嗬，一隻隻格啊呢，所以後尾嘅毛加一個餅啊呢，這邊啊。所以伊隻格後我清掉啦，伊頭前就樹林北到啲位皮坑嘅位，然後你落去後尾咧看伊個毛卡嘅底，你夾夾到那加一個餅去。我是講電頭毛，你是個電頭毛啊？Because 我頭毛這樣跌，但係我看到兩項，我 imagine 我這樣見。哦，嗱跌嘅毛啊，人愛翹嘅毛，翹嘅毛人愛跌嘅毛嗬。電頭毛真貴嘅，你睇呢？800塊這邊電頭毛。是啊，你看呢？韓國打波咪是電頭毛阿龍，你跌毛，咁咪是電呢？對，我知有啊。你 try 去做？冇，我就你就俾有毛一個較舊，你就俾較舊。你都俾成老頭毛成，係咧個可以結橋嘅，係咧我都唔加留長頭毛，我冇暑假，所以我你冇領地數，我知你啊，你是冇就冇領地，我只係艱苦嘅。當今因為有本冇免話呢等一卡就成個搞個稀罕嘅呢，我話我挑出來是怪等本呢就咯，個安尼，特別依搞個一邊呢，搞個白白毛嗰邊呢。你講貴白白毛就我就啲邊度等咯。哦，你看我係少，即係我洗頭毛，所以我頭毛嘅電頭毛係想要呢。你看，你就係打波啊！一電頭毛嘅時，你看到真好笑嘅，好似。特別好。咕窿㗎了啊！電刀夾頭毛時，你看當然電刀電頭毛呢，當今電頭毛冇誒，打波電頭毛都唔知。伊嘛是特別夾你咕窿，咪夾特別係水嘅嘛？有咧係咕窿，有咧是細呢，樣就係 cream 呢，白色 cream， 所以細都係頭毛好，然後你這邊一直你話這邊頭毛起來正啊，你一時夾一個壓，那個壓掉。細 cream 就其實係個一細都愛興，然後都綁掉，然後可能貴啊就一電好咧是細起是一對掉一 curve 呢，嚇你話隻人嘅頭毛㗎啦，啊你看我係冇電呐，特別你冇電嚟講，你突然之間你就俾安尼頂面企下，你就俾吹 set 伊咯，所以我做嘅時我夾。即先嘅話，我就是 online 看到韓國人教咧，伊夾咧 clip 啊，壓頭毛，夾頭毛先壓，我係壓呢，一支呢，壓到啲中位，我八丁到啲這邊曉，然後我夾咧頭毛淡嘅時，我個夾伊咧壓掉，然後隨行吹，然後掏出來，然後我夾查隻先啊，伊度開寬可能，嚇，未歹啊，歡。所以當然就係應該特別我食菇我除掉我 try 我用頭啲翹咕窿嘅面嚟吹我 try 啊，但當然冇 try 掉用嘅 method。我個已經去電頭毛，特別我那時我去電愛300幾塊。你講實咁咪？阿龍你開第這類是到頭毛到這類。開第這類啊？我開第這類啲教嘅。So most of the expenditure 是唔是淘寶啊？我淘寶一個月一刀呢啊。特別冇講特個月咯，當然是 actually averagely 是兩個月買一刀物件，買一刀嘅話咧都大概300塊Canadian dollars咯，冇講貴過到日本嘛，300-400塊。特別賺佢話買一400塊物件啦，真係。我嗰陣時有咩？我硬我攞隻股料我400塊物件，你就係我係 computer 啊！把這有時只係我做啲多，像 behind the scene 看我 equipment 嘅啦，係咪 ？Because 我可能看下，我感覺到啷個誒，了解你嘅真正，了解話都知哦。啱噃，講對噃，對，講到你。講咩啊？講到你心入邊嘅嗰句話是唔是？講到我心聲了，因為嗬，你看到我嘅 connection 啊，咁樣就所以你只係唔記接咗我 computer。你成日拿一隻 octopus 生還啦。對啦，所以嗬，我係 already 查嘅了，我係電線嘅了接我 computer 啊，你就 Apple laptop 個部面，
伊部面有迄個 pot 的嘛，伊是三個咧 pot 啦，所以我第最是內 pot 呢。我當然有三個，我有三個 USB-C 加 Thunderbolt-C 嘅 ports，特別三個嗰咧用了，我 already 有一個迄個叫咩盒咧就，我盒裡面 already 加插三項物件入去啊就。一個無夠定之，我要加插一個是我吹無啦。我 already postpone 隻股，所以我買一個迄個叫做咩啊？迄個盒，迄個盒，迄個叫做咩？Cal Digit 迄個叫 ，what is it called 啊？唔是盒，伊叫做咩啊？等我去 check 下我 email， 把你講Amazon 早起話來呢，一間快咧，我暫咩嚇2點幾 ，because 我做 testing test 到2點幾嘛，2點幾我 order 早起5點半來咯。哇 ，efficient 啊 ！Hello， 伊叫做咩啊？慢慢測，慢慢測。那有是點先？Thunderbolt。dog 咯，so 你看咯 dog 咯，了你400幾看我但冇心聽 ，because 我看隻股啊，我想要買隻股啊，我就後尾講哎呀免啊，我簡單啫，我冇fully了個嘛，一到站會我叫佢到就唔見我冇坑查了，so hopefully 這樣，但是我 test 但是別嚟講我就日對行，佢後面物件起價了，無插罩杯物件。iPhone。嗱冇，講到你閃個話是唔是？有起價咩 ？iPhone 有起價咩？是上價咩？medical 嘅 prescription。佢哋咪冇法。Insurance，Oh my god！但香港是起價啦 ，really？ 我會起價定起銷。Insurance 冇法度咯，嗬，揾條罩杯。是咯。你是講 medical insurance 是車處 insurance？ medical。哦。medical 嘅 life 咯。我當見確實我 uncle retire 了嚇，我嗰條尾長。伊就愛去if 你無做工，你都係去拖 Medicare 啦。伊邊冇交會個。嚇，伊是你唔係 income 相關，伊 retirement 伊係伊係 pension 相關。so 伊當見好個在我嗰做工個嘛。so 我到底我做工嘅為買夾family insurance 咯。有較貴啦，比較我一人 of course， 特別 still 伊家己另外 privately 家己買，佢 still 辦幾個咯。哎呀 ，maybe 或者伊閒閒啦 ，maybe 出談棚工 freelance 工啊，談個一類啊，是我免做工啊，哦，爽哦！或者是啊，咱講retire 是要做咩？哇，爽哦！我retire 我係冇影嘅，真係哦！我真想到，那是講我累冇去啦。但係我當然就會 good 啦，淡薄。我那是當然冇 good 啦，嚇！我把當 retire 時我未做，我愛做物件。我 already 強調我愛 retire 要做好咩物件咯。係咪？我愛講當半嘅 short 咧。唔知是唔是 inflation， 唔是 inflation 啦。But 我哋 compare 㗎，我係古仔係係 C-section 嘅 medical bill 啦。If 我 out of pocket 嘅咧，嗬是差唔多有20幾千啦。特別嗬this year 比我 friend 叫伊 mother-in-law 來嘛，來啊伊拔刀嘛，拔刀了伊死去了，病散去了，所以嘛佢 call ambulance 咯 panic 啊嘛。大陸馬來西亞係大陸。Houston。我女朋友是特別伊是美國人啊。伊度 Houston。所以我哋有美國 insurance 啊。冇，伊 mother-in-law 冇，伊 mother-in-law。所以媽都就做咩？伊 mother-in-law 到嚟嚟就是講。Malaysia。哦 ，yeah，OK。所以伊有買 travel insurance 啊。In travel insurance only cover it be up to begin 35,000呢。哦，shit！你在伊 one day 大emergency 嗬，你在嗰類哦，差是 with the ones CAT scan。Oh my god！個 CAT scan 47,000 begin。你就叫係啦，伊冇係嘅，伊講伊 screw them。伊冇係。你你講你冇 insurance 喎？伊靠下路。伊有，伊是到底是買係 ，even though Malaysia travel insurance 都未 cover 啦，35,000嘅。你在東京未 47,000 one day 24 hours。有。
即就食貴啊！就真係是啊，伊人用啊，是用 Q-tip 後面一直算 Q-tip 嘅嘛。當佢伊人物件個了是 package 嚟個，所以一隻 Jeep ER 呢，一隻開嘅 package 就10千，一隻 ICU 呢，一隻開嘅 package 就10個千 ，because 伊嘅物件隻開啊，未用了，伊未用了嚇，所以伊就俾，所以伊人就關鍵啥咧 poor countries 啊，嗰時咧。你冇類人嘅物件用 ，so as a hospital 人袂使 because they consider as contaminated 咧。哦。So that is why 貴，because 我未明白，我講即個 industry 是食人，我講你冇可能啊，係47千，所以伊人 explain 冇包 explain 我聽，唔是 ，is because 這樣隻 lawsuit，所以當今嘅物件，伊人隻開啊，袂使用啊。冇用嘅。聽著書，聽著書。嗱，我攞點正一路講物件去嘅 ，OK。哎呦，我當今啊，即係嗬。我看到咧，當今只隻咧，什麼 oversize 嘅成個 polo shirt，and 看特別是用嗰啲 crochet， 我介紹咩叫即係就做好啊，什麼啥 ，maybe 哦，你 shirt，伊是成個普通成 polo shirt like that one。是伊成啊，特別只水，當然就係我隨後都看咧，小英我都看。你叫我，若是講我會做，我就做咯。Oh my god！ 我嘅時候就特別看到另嘅話，冇阿三你講做，伊就是吼，你第一做嘅人入嚟嗰定吼，咪坑。可以做定落可以。你事情阿妹情啊，唔是，阿妹情你亂咗啊？唔是，係流水乜嘅結構，你寫掉咗咧。but anyway 我除咗佢，我看到 because 當然就係興嘛，當然就係打波㗎啦，到啲教咧。阿張講到年頭嗬，我有尋日不過你講，但即係而家做，但係而家揾一個同你講。offline，OK，感謝各位聽眾收聽，這個禮拜咧，我咪聽這個豆嘅零頭咧，我咪去 Clubhouse。到這邊講講正聲啊，感謝大家，希望大家望開受節日啦嚇，แล้ว醒就แล้ว哎呀，希望มีแก่ไม่คิดในก่อนได้โยแล้ว禮拜講對於馬來西亞時間醒，OK，拜拜。